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4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53天。1月5号乌军在库尔斯克北部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让俄军措手不及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这个说法乌军在库尔斯克州至少有3个地区恢复了进攻行动，并于1月5日取得了战术进展。这个俄罗斯方面说法说乌军在别尔丁诺沃索特尼斯基方向进行了多次连1级的规模的机械化攻击，使用了大约1个营装甲车分3波攻击。乌军还加强了对列昂尼多沃方向克列涅沃东南部进攻行动，并在普什卡诺耶苏贾市以东进行了加强排规模的机械化突击。1月5号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乌军在贝尔丁西南和南部的田野推进，并进入了定居点的南部。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乌军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这种坦克重装甲进攻乌军还出动了200门火炮对俄军库尔斯克展开地毯式轰炸。为这次反攻乌军集结了14个旅，远超这个预估的8到12个旅。这次进攻势头非常猛烈，将改变库尔斯克战场的局势。而这个俄罗斯军队在2025年年初冰天雪地中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到乌军这么强大的攻势。有传言说这个在乌军连续2天这个打击之下，库尔斯克的这个朝鲜部队损失了1个营。就是在这次乌军的反击之下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提供的数字说，乌克兰国防军白天又摧毁1550名俄罗斯占领者，还摧毁了45枚防空导弹、62门火炮系统。这是仅仅6号天的俄军的损失这个不能不提一下这个乌军的总司令希尔斯基将军可以说这个希尔斯基用兵如神就是出其不意。也就是说在1月5号乌军发动大规模反攻之前咱们的节目也说过了，乌军在这个苏梅对这个布良斯克方向似乎要发起进攻，又在这个第聂伯河在那儿集结兵力，似乎要渡河直插克里米亚。后来又传言是吧，乌军是集结部队准备要进入别尔格莱德，这个让俄军眼花缭乱，难以招架。结果这个希尔斯基出其不意，继续在库尔斯克北部扩大他的这个战果，所以这个俄军是防不胜防乌军不仅发动了这个库尔斯克反击还继续用他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这些炼油设施、码头、军工厂。根据乌克兰情报局的一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1月4号乌克兰情报局的远程无人机飞行了900多公里，几乎飞到了圣彼得堡，并成功击中目标。视频显示，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天然气，就是那个分离罐造成一个储气罐严重受损，邻近的3个储气罐被炸成碎片炸碎。专家称，根据材料供应情况，修复工作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这肯定会导致码头运营中断。这个叫乌斯季卢加码头是波罗的海主要物流枢纽，通过它，俄罗斯借助影子舰队销售石油和天然气。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实施了无人机袭击，减少了俄罗斯发动战争所需的外汇流量。乌克兰的无人机飞了900公里，击中圣彼得堡的一个码头，这个储油罐恐怕要中断至少1个月以上。可以说俄罗斯是祸不单行因为这个圣彼得堡那个港口就在波罗的海，而这个波罗的海那个出海口已经被这个芬兰和爱沙尼亚军舰给封锁了。为什么封锁呢？就是所有从这儿过的船都要接受检查，他们要执行欧盟的那个16号制裁就专门制裁这些运油的船，对所有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油轮，对其货物、货单和船舶文件进行详细且仔细的检查。乌克兰还用无人机导弹袭击俄罗斯的叫卡面斯基联合公司固体火箭燃料化工厂，该工厂发生爆炸起火这是目前战场的一个情况。截止到今天虽然这个乌军在库尔斯克发动反攻已经48个小时，但是就是目前还无法确定乌军在库尔斯克反攻的真正的目的到底是库尔斯克的核电站，还是要打击这个卡德罗夫的抖音部队目前还不清楚也不排
排除啊，乌军恐怕在其他地方还会发动突然袭击啊。这个也跟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就职有关系。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最近又出来讲话呀，继续啊给乌克兰打气啊。马克龙说啊，不能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得逞，这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和国际秩序。问题在于如何长期支持乌克兰，以便他们能够抵抗并最终通过谈判达成持久和平。没有乌克兰人，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可能实现，任何快速解决方案都不会对欧洲或美国有利。这个马克龙的意思啊，首先不能让普京啊在乌克兰得逞。什么叫得逞？就是侵占乌克兰的领，损害乌克兰的主权，这个关系到欧洲的安全和国际秩序。任何拿领土换和平、委曲求全的方案对欧洲、对美国都不利。乌克兰将获得更多新生产的装甲防空系统，也就是那个猎豹的弹药，从而确保其中期需求。莱茵金属已获得由德国政府资助的18万发这个防空弹药合同，计划于2026年开始交付，2025年将向乌克兰交付13万5千发这个防空弹药。这个德国政府出钱啊，莱茵金属生产。这个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啊，那是尽在不言中啊，看行动就完了。这个乌克兰通讯社网站1月6日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啊，他希望亿万富翁马斯克全力支持乌克兰。他在接受美国博主弗里德曼采访时称，他尊重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这位助手。报道称啊，泽连斯基说他不会将自己与马斯克进行比较，因为他认为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是全球创新的领导者。泽连斯基还表示，这样的人推动着世界前进，这是他尊重马斯克工作的原因。同时，泽连斯基谈到了战争问题，他对星链计划表示感谢，并表示希望马斯克尽可能的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说啊，我们感谢星链，他帮了我们大忙，在俄罗斯导弹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互联网等出现问题后，我们就使用了它。但是我非常希望泽连斯基尽可能的站在我们这边啊，马斯克啊，尽可能的站在我们这边支持我们。我真的因为星链而感谢他。我一直说啊，这个泽连斯基可以说他是越来越成熟啊。这个3年的战争啊，3年的炮火洗礼了他。为什么说他越来越成熟呢？他不像别人，对吧？叫睚眦必报啊，好这个逞口舌之快。这个马斯克多次嘲笑泽连斯基，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多次出言不逊，在公开场合，对吧？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不仅嘲笑泽连斯基，对吧？还诋毁，甚至对这个乌克兰的反抗行动啊，反抗俄罗斯的侵略，马斯克啊都有微词啊。他认为乌克兰花了太多的美国人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居然没有骂他，反而说感谢他，感谢星链，向他学习，而给他戴高帽子，肯定他对这个人类的贡献。他认为马斯克这样的人推动着世界的前进，这么高的评价，对吧？他并没有给他骂回去，这说明这个泽连斯基他不就成熟了吗？在那个欧盟的会议上有很多国家把这个，对吧？印度啊跟这个伊朗跟相提并论啊，都是支持俄罗斯侵略。但是泽连斯基，对吧？他一个人力挽狂澜，他建议啊，他恳请这个欧盟啊，不要把印度跟朝鲜跟什么伊朗混为一谈，相提并论。这就说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就非常成熟，越来越成熟啊，不是那种逞狠、逞勇斗狠，不是那种跟人家这种打口水战、逞口舌之快。这个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建议啊，他说啊，拿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买美国武器，就是他建议啊，美国、欧盟，他们一致啊，把冻结的俄罗斯的3000亿美元的那个资产拿出来给乌克兰，然后乌克兰拿着3000亿美元，都从美国去买武器，这将对美国的这个产业啊有非常大的好处。不知道特朗普对这个感不感兴趣，对吧？敢不敢这么做？特朗普不是老是算账吗？一是要欧盟、欧洲这些国家，对吧？那个提高军费啊，占 GDP 的比例，先说提高到 2%， 现在又说提高到 3%， 又说提高到 5%。那为什么让欧盟这些国家提高军费的比例呢？那不就是采购武器吗？采购武器，那很大一部分恐怕都要从美国去采购。现在这个泽连斯基说了，不用那么麻烦，你把这个冻结的俄罗斯的3000亿美金啊，直接给我，我再去你那儿买武器。这个泽连斯基还表示啊，
他想去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这个是新华社报道的啊，说有外媒6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啊，他未被邀请参加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但他想去。他说啊，我想去，但老实说，我不能在战争期间这样出行，因为特朗普总统没有直接邀请我，如果他邀请我，我会去的。特朗普此前表示啊，自己没有邀请泽连斯基参加于1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典礼。所以说这个泽连斯基啊，这就是成熟的表现，对吧？特朗普没有邀请他，他主动要求去，你给我发个邀请我就去。我记得啊，这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头1-2个月吧，那个德国的总统，他要到基辅访问，被泽连斯基拒绝了。你看看，那是刚开始，现在泽连斯基处理这样的问题已经是游刃有余，拿得起放得下，不在乎个人的面子，不在乎个人的这种声誉啊。一般的总统，对吧？你不邀请我去，我凭什么要去啊？闲得慌，去是给你脸。说到停火啊，这个还有不到2个礼拜时间，特朗普就要上任了，能不能在24小时之内停火？这个泽连斯基说啊，乌克兰获得安全保障是确保停火的先决条件。关于与俄方的停火谈判，泽连斯基表示啊，乌方将首先与美国领导人欧盟就结束战争和向乌方提供明确安全保障等问题举行磋商并取得共识，然后才有可能与俄方举行谈判。泽连斯基表示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任后，如果在没有给予乌克兰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推动俄乌停火，一旦此后俄方发动新的攻势，美国和乌克兰都将陷入窘境。那什么叫明确的安全保障呢？我们要排除，对吧？首先是跟俄罗斯签协议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已经签过布达佩斯什么协议啊，明斯克协议都没用。俄罗斯人签协议是用来撕毁的，就是协议保障不了乌克兰人。这个泽连斯基一再强调，他们不会第3次上当。那什么叫明确的安全保障呢？一个就是加入北约，第二个恐怕就是美国或者欧洲啊，你得派部队进入乌克兰那个争议地区那领土。我想恐怕就这2种，其他的都是扯淡，什么给你武器供应啊，什么一旦俄罗斯打你，我给你提供武器啊，对吧？这些都没用。明确的安全保障就是枪，对吧？就是武力。加入北约啊，恐怕没那么快，这个还有很多这个障碍要过，那只能是欧洲啊派军队。但这个地包老人能接受吗？你这不就是在赤裸裸的打地包老人脸，对吧？地包老人一天到晚的，他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的理由就是不让北约的军队到俄罗斯边境，对吧？你这一搞，北约的军队没来，欧盟的军队来了，不是一个意思吗？这谁能受得了啊？再谈到对普京啊这个怎么处置的问题，泽连斯基说啊，不会原谅普京。普京发动的战争夺走了无数乌克兰人的孩子，不能因为他是普京就应该原谅他。这是泽连斯基在接受这个国内那个叫自媒体那个记者叫弗里德曼他说的一番话，大家看视频啊。And no one in the world is able to put him in his place, send him to prison. Do you think this is a small compromise? This is not a small compromise, and to forgive him will not be a small compromise. To forgive, no one will forgive. This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forgive him. We cannot get into the head and soul of a person who lost their family. Nobody never will accept th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I don't know, do you have children? No, not yet, Okay. but I would like to. Yes. God bless. And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And they simply took away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from you, will you ask? Who ruined your life before going to rip their head off? I'm just curious. They took your child away. Are you going to ask who did this? And they will answer that dude did this. You will say, oh, well, then there are no questions. No, you will go fucking hell and bite their head off. And it will be fair. 这个泽连斯基啊非常气愤地说啊，如果普京啊夺走了你的孩子，毁了你的一生，就算是下地狱也得拧下他的脑袋，那才能算得上是公平。所以我觉得普京的下场应该是注定的。普京啊是体面人，应该体面的结束自己生命，也就是说自己找个地方挂起来，也就是让普京啊去他该去的地方。还是这个弗里德曼采访的时候啊，这个泽连斯基啊说了一段他跟这个卢卡申科这个他们的这个
个通话吧，就是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俄军不是从白俄罗斯有一支军队啊越过白俄罗斯啊进入这个乌克兰领土。泽连斯基跟这个记者说啊，他说卢卡申科啊为此跟我道歉了。卢卡申科说不是他军队向乌克兰发起突袭，而是俄军从白俄罗斯击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说啊，那是你军队也向我们发起突袭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你们都是刽子手。这个卢卡申科说啊，我曾经警告克里姆林宫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你看看啊，重要的事情说3遍，可是克里姆林宫他们只是哈哈大笑。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Через кілька днів, перших днів війни, я говорив з Лукашенка по телефону. І він вибачався. І він казав, що це не я. З моєї території пускали ракети і пускав Путін. Це його слова. У мене є свідки. І я вибачаюсь, він сказав. Ну, ти повір, він мені казав, ти повір, Володя, це не я. Я не контролюю, де він мені говорив. Я не контролюю, це просто ракети, це Путін. Я йому казав, не треба, це було без мене. Все, він просто по телефону, я пам'ятаю цю розмову, я йому сказав, що я вважаю, я йому сказав, що ти такий самий убивця, і я тобі просто кажу. А він мені говорив, зрозумій, не можна воювати з росіянами. Я йому сказав, ми ніколи не воювали. Війна, ракети прилетіли, кажу, з твоєї землі, з Білорусі, як ти допустив? Він каже, ну добре, відповідаю відповідь. Він мені сказав, я досі пам'ятаю, він мені каже, вдар по нафтопереробному заводу, ти ж знаєш, як багато він для мене значить. Мозельський чи як? Він не пам'ятає, Мозельський завод. Я йому кажу, ти про що кажеш? Яка відповідь? 这个卢卡申科说啊，不是他发射的导弹，是普京从白俄罗斯的领土上发射的导弹，是吧？相信我，不是我，我没有控制权。这个说明这个卢卡申科啊，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左右为难，他就是一个傀儡，没有什么所谓的自主权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京啊，做梦都想把这个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捏到一起，这样前苏联的这个主体部分就整合了，然后再把中亚那些国家一胁迫，你看看苏联就恢复了一大半了，再把波罗的海那几个小国都是往日的荣光就回来了。这就是帝国老人的这个算盘，如意算盘。他越这样，乌克兰人民越不答应，对吧？你看看那个白俄罗斯哪有自己的主权呢？卢卡申科说的不是假话，他没有自主权，他是被胁迫的，他不想去进攻乌克兰，他也不想让俄军借到这个白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事后啊，我想啊，这个卢卡申科应该是做了某些反抗，或者做了某些工作，也就是从那以后，这个俄罗斯啊就没有再从白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没有以白俄罗斯为跳板。这个恐怕也是卢卡申科啊绞尽脑汁的跟这个普京啊进行这个斗争啊，这在他的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他请求啊普京不要从白俄罗斯进攻啊，却遭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哈哈大笑。卢卡申科为什么是进退两难呢？他没有办法脱离俄罗斯的这个魔爪，他也没有办法脱离俄罗斯的控制，但是同时呢，他又看到俄罗斯不行了，这个战争的结局是什么？卢卡申科是能看到的，所以他才会左右为难。跟着普京那是死路一条，但是要不跟着普京，恐怕马上就要毒发身亡。我们再看俄罗斯国内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刚刚宣布啊，2025年要彻底打败新纳粹主义，要在俄罗斯征兵25万人，也就是2025年加征25万人。你看看，看样子跟朝鲜借兵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吧？借了这么多吃货来了，这个打仗不行，对吧？只会给后勤增加负担，不行还得再次征兵啊。2025年再征25万，都要送到乌克兰消耗掉。这个留守在库尔斯克的居民啊，他们很多人组织起来抗议，这个库尔斯克居民要求普京啊赶快结束这场其发动的但没有能力结束的该死的战争。这个库尔斯克居民啊说啊，他们以为这样去2-3天，有人在无视他们生死的情况下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被赶了出去，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这库尔斯克的居民，他们以为当初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2-3天结束，哪知道打着打着战火居然烧到了他们的家乡，导致他们背井离乡。这个时候他们呼吁要普京啊赶紧结束战争。也就是说，俄罗斯的人啊，越来越多的人会厌战。刚开始他们对这个侵略战争
不清楚，被蒙蔽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清醒了，发现这个仗不是那么简单。去年12月25号圣诞节啊，那个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对吧？那个民航客机啊，被俄军给击伤，然后坠毁。现在人家阿塞拜疆总统啊，现在不依不饶啊，要求俄罗斯负责。1月6日消息，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表示，由阿塞拜疆首都飞往俄罗斯城市的阿塞拜疆航空公司飞机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坠毁，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个阿利耶夫说啊，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并且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和民事部门之间进行协调，这场悲剧本可以避免。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要求严惩阿克套空难责任人。这位政治家将这一事件归咎于俄罗斯联邦代表，但没有具体说明他到底在说谁。说谁就2个人，要么是普京，要么就是马德罗夫。这可以预见啊，这个阿塞拜疆将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啊会恶化，阿塞拜疆很有可能啊会加大援助乌克兰。3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重点打击其石油收入，目标是转运俄罗斯原油的油轮。这路透社星期一就1月6号报道说，其中一名知情官员表示，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制裁，涉及2家俄罗斯石油公司、100多艘油轮、石油交易商、俄罗斯保险公司等。另一名消息人士称啊，拜登政府计划对运载售价超过西方设定每桶60美元和上限的俄罗斯石油油轮实施制裁。尽管俄罗斯原油通常以折扣价出售，且2个印度愿意购买，但一旦售价超过价格上限，仍将面临制裁。据报，美国政府已通知印度外交部即将出台的制裁措施，并称由于市场石油供应充足且油价较低，这有助于印度满足原油需求。印度外交部尚未对此消息置评。也就是拜登在他离任之前呢，再一次勒紧了这个俄罗斯脖子上的绳子，要使劲的勒了勒。这个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气是卖不掉了，这个石油呢现在又受到制裁，恐怕没有人比这个普京更着急，对吧？地保老人的生命真正的进入了倒计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